阿 Trisha，今晚凌晨英超有矚目大戰，曼聯會主場對阿仙奴，要鎖定賽事記得用 M 直播。先講返曼聯，上輪主場3-2贏葉士域治，當中只能夠取得2個嘅運動戰入球，而且都係嚟自後衛，功力上咧近期都係有啲不足啊。後防方面亦都存在隱患，過去4輪場場有失波，有3場賽事啦失球數係達到2球嘅。球員方面啊，而家嘅入球重任一定係喺般奴費南迪斯身上，但過去11輪賽事佢只能夠取得1個嘅運動戰入球，功力上都係有啲不足㗎。講返阿仙奴上仗歐冠，佢哋7-1大炒 PSV 燕豪芬。近期發揮低迷嘅奧迪加特嗰場比賽能夠上演梅開二度，對於阿仙奴嚟講啦，都係一個利好嘅消息啊。講返一啲對賽優勢，阿仙奴目前係手握英超對賽4連勝。近期曼聯面對阿仙奴咧都係冇乜運行㗎啦。而家雙方喺積分榜上嘅分差咧係達到21分，所以總結嚟講咧，今仗我係比較睇好阿仙奴係可以順利贏波嘅。